来宾，大来宾哦，大来宾们嘛是咱的好朋友啦，进接来了哈，来，我们一起来欢迎带着新专辑跟大家分享的嘉荣哥刘嘉荣，有请，欢迎。欢迎，谢谢嘉荣哥，谢谢。哎呦，恭喜恭喜恭喜！谢谢谢谢常谢，谢谢嘉荣哥。刘嘉荣，然后叫刘生哦，对，婚家哎，这是很难得，现在有实体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，不会再有了啊？什么意思？这一张发完就不发了。怎么了吗？你最近有发生什么事吗？不是啊，因为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送 CD 给观众也很麻烦，他不知道去哪里播，他们都还要再要求一台 CD player， 所以买 CD 成本过高。是，那你这张专辑最主要主打的是什么？算是自己就是实体唱片发行的最后一张专辑，我是想要把我所取名叫留声，就是我希望把我现在还可以的声音把它留下来。然后当然那个第一个留是我的留嘛，就是我把刘嘉荣的声音把它留下来，然后让更多曾经喜欢过我的人，然后能够继续可以因为这张专辑而对我还有一些印象。然后如果有机会可以传唱的话，我希望大家。我听说上一集有人唱完，对，我觉得不老歌已经有人唱了。但是我今天来红人榜，让我最难过的事情就是说，因为发实体唱片最后一次了嘛，所以下次我就不能再来宣传的。那下次我要怎么来红人榜？下次如果再有机会来红人榜的话，就是希望我真的很喜欢来这个节目，因为这个节目真的太棒了。看这位歌手大家比赛哈，在选手比赛那种对唱歌的热情，是。还有就是现场那个灯光音响的效果，还有我们4位老师那种非常专业的讲评。对啊，没有嘉荣哥，我当下评审老师也请假，你们当然来做评审。你放心啦，我红人榜虽然讲我都讲一年叫3节头你来啦吼，不过你3年一科应该会使啦。3年一科，哇，这个科仪门板盖大吧？10年做久一点。啦，我都3年一科啦，做一但是我觉得有机会。不老歌王是几岁可以唱？70。哎呀，我也快了嘛，我大概在10年之后就可以了。来报名不老歌王。你今日唱倒一地啦？唱片伫咱古早咱台湾人讲做曲盘，曲盘。那我家己公司有一个节目叫台湾新曲盘，就是让咱所有发片的歌手会当去遐介绍伊的新歌。所以对这来发想来想，那既然讲呢，咱是不是当下一条歌叫做新曲盘？就是不是新旧的新，是心里的心。心内心，咱心内每一个人可能拢有一首家己最想要听的歌，当然伫咧无共款的时间地点，拢有可能会出现无共款的歌曲。所以我希望讲这首新曲盘会当互所有咱爱听歌的朋友啊，当你听这首歌的时候，你会去想起到你曾经心内想要听的一首歌，搁去甲摕出来听看卖啊。来，我们欢迎嘉荣哥。心曲盘，灯袂煞，暝啊，任由心痛滚甲。经一首介意的歌。放来听，当作心肝，犹原不惊，离开爱的痛，过去暂时的解脱，有一种伤心的梦叫开换，是心甘音乐声，也是。爱伊的名，也无亲像暗坎月娘的孤单，情来这困难，心曲盘，灯袂煞，暝啊，任由心痛滚甲。是心甘音乐声，也心甘爱的名，也无亲像
心痛。